大家好，今次帶大家嚟到位於大埔雅麗山莊呢個以低密度洋房為主嘅住宅項目，環境清靜舒適，鄰近人工泳灘，生活節奏悠閒。中意大自然同私隱度高嘅朋友一定會覺得好啱住。入到屋企，首先會見到客飯廳，呢個係全屋嘅核心空間，設計靈活，結合用餐同休憩功能，無論係家庭聚會定招呼朋友，都一樣咁實用，打造出溫馨又多功能嘅生活區域。再行入啲，你會發現客房設計簡約得嚟，好實用，配備基本床鋪同收納。除咗可以滿足親友留宿需求，仲可以隨時變身做書房或者休閒區，靈活適應你唔同嘅生活需要。呢個間隔好四正，大床位預留充足，唔會頂手頂腳。L 型大櫃貼牆而設，慳位之餘收納勁。電視櫃擺位靈活，仲有走動位夠闊落，整體間隔實用率超高。出入方便，廚房採用 U 型設計，白色櫥櫃配淺色台面，整體感覺乾淨明亮。規劃上預留充足收納同操作位，窗邊自然光線充足，煮起嘢食上嚟更加舒適，而且設備齊全，每日煮飯都變成一種享受。浴室做到乾濕分離，淋浴區同洗手間分開，用完好快就乾返，打理方便又衛生，完全唔使擔心水會周圍彈。最後帶大家嚟到主人套房，呢間房空間好寬敞，就算放張雙人床都仲有好多走動位。最正係佢配有獨立套廁，私隱度十足，令你每日返到屋企都可以真正放鬆，住得更加舒適自在。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誠邀您立即致電或 WhatsApp 聯絡我哋，即刻安排睇樓，親身感受下呢度嘅生活質素。